呢個單位間隔，廁所同廚房嘅位置都一模一樣，連窗外面個景都一模一樣，肯定係快樂村嘅公屋單位。呢個環境好好㗎，附近設施齊備，交通又方便。你將公屋出租，你驚唔驚㗎？唔驚，呢個單位係我阿爺嘅，佢翻鄉下住，我哋又冇簽合約，我唔講，你唔講，邊人知啊 ？OK， 你數數佢啊。出入低調啲，唔好嘈到隔離，就冇問題啦。先生，我係房屋署職員，而家懷疑你將公屋單位出租，違反咗房屋條例，而家對你進行警戒，唔係事必要你講，除非你自己想講。根據2025年房屋修訂條例，自2026年3月31號起，出租、承租或協助出租公屋單位屬刑事罪行，可被檢控。若裁定罪名成立，有機會被判監及罰款。如發現有人濫用公屋，請立即作出舉報。